台东睇日本书诶，都系重要嘅咖啡产地，也红是买下的产业，也多年来农民国生忙而提这个发展起来，现在有体现屯气后嘅好条件，也多年来发展的稀有规模，大概总有200公顷安发。推动的咖啡本人本做多益咖啡，不过品质虽然好，沙漠整合市场嘅平台，没冇公天的假使。古种农民除了成立产销班，推动央咖啡产业发展协会，每睇2年前成立的，除了辅导农民种屯行嘅技术，攀咖啡打等以外，还希望整合资源，强化行销。央政府也打算要推出咖啡故事地图，让百姓得透过手机的下载，取得地图软体，安尼游客是得走轮图去体验品味大家咖啡的好滋味同故事。我这咖啡真正真水，水哦，真正比赛哦。我这是要明年要搁比赛呢。阳光它本来就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天地哈，和咱的阳光哈，一晒到咖啡的话，它的香气真的不一样。就是手工采，因为它这个整串有没有？它是一个一个的好，它开花的时间不一样，所以说它成熟的时间也不一样。然后像这个整穗有没有？看，你看这个只有1粒，啊，其他这个有没有？这个都还没有好。日料咖啡頭，日頭就話係從薄沙控肉，見頭。早上有很好的天气，有曙光的起来，然后曙光慢慢起来的时候，它，海中有那个咸雾嘛，好，慢慢的好渗透在我们这个叶子，还有这个咖啡的果粒，好像这样，好，那我们的海风里面有钠离子，然後慢慢渗透这个果粒，我们的咖啡会形成又干又甜又香。推動大馬里山紅咖啡頭東為渣，後背係山，頭前係海，主打嘅係就找到天白藍嘅咖啡。我們這裡呢，每天呢這個天然的半日照，還有呢，我們這個早上呢都有這個低到曙光的這個溫和曙光的這種照射。這裡呢海拔是在400多公尺，緯度呢我們這邊是22度。台東縣這一個地形的因素因為我們這裡呢前面就是太平洋，那我們的這個日夜溫差很大我們日夜溫差很大呢，那相對呢，我們這個形成這個內陸的海島型氣候。推動人除了火燒島、蘭嶼之外，各鄉鎮都有種咖啡。了解嘅環境、氣候條件，種出來嘅咖啡是按照都是咖啡。大家都比較耳熟能詳的首推呢就是那個夏威夷大島咖啡，就是口納咖啡牙買加藍山咖啡像這個斯文達納的所謂的大家都知道這個黃金曼特林這個都屬於比較有名，就是有名氣的這個就屬於島嶼型咖啡。這兩個當價可以吃來，吃看看，來吃看看。這樣可以直接吃吃那個皮。外口那外甜，內底啉起咖啡就外甜，所以咖啡苦的奶，苦是炒過，炒過，這無炒袂苦，哎呀，咱這是皮是甜的。聊天時嘅阿爸解台，對潤點市老闆都推動，種咖麼用較落實，本單就沒有這個機，用年前開始種咖啡，老咖啡染啟發，人客唔單搶做啲自家豐沛，老農咖啡，未做啲認識咖啡生態。它暗紅色，暗紅色像這就好啊，像這，像這有吧？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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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安尼起來安尼。像這個就還未解好有吧？有吧？比較爽落是當款機安尼，迄個摘啦，介紹人當提供的咖啡都上到安尼啊。很摘很配落，啊個很煮落，濕了天80度啦。嘛以前攏適應泡好的，迄可能伊咪無共用啦。你啊較新鮮度較好啊。以前喝的咖啡都是酸酸，有一點苦苦的、酸酸的，然後我都要加一些奶精啦，然後加一些糖啦，這樣子才會覺得好喝。可是我覺得今天喝這個咖啡就是
不会让我觉得有苦苦涩涩的感觉。那就这样不知不觉，喝完了。推动咖啡除了10年來天天嘅發展，都見種類為咗200公頃。不過其實推動對日本時頭開始出入種咖啡的。日本人哋按度做嘅農場，做咧做咖啡，你要夾白咖冇，你要夾白咖冇。做下啲山條可能都係做下咖啡啊嘛，所以用嘅係唔係一個咖啡山係？咖啡山。不過幫妹日本站牌咖啡都係風差則出轉去的。咩啊？咖啡做口香香。咖啡不然你看了了就冇人燒嘅啊，梗係冇人燒咖啡嘅啊，如果個睇嚟啊。咖啡產業都推動消失了幾十年，按多年將啲農民嘅代表下重新發展起來。也下全推動入11家產銷班8個嘅班山。咖啡產業協會每第2年前成立，普通農民種植豐沛技術，整合資源，共同行銷。剛種的時候，因為大家都沒有接觸過咖啡嘛，比如說啊，我們可能是神經病啊，瘋了啊，但是我們剛種的時候也不知道說咖啡它們本身好像製作過程啦、行銷啦都不懂。那好在我們的咖啡發展協會的廖理事長，他很用心，然後他也教我們很多啊。我們借重我們台東的這個島嶼型的這個優勢，再加上我們人為的這個後天的經營，然後呢，我們是以世界的咖啡的這個標準在作為我們的方向，所以我們咖啡產業發展協會呢，舉辦了各項的評鑑。10年來推動咖啡農各自達標，均會比其他素材還要慢發展，定價未冇標準，徐從機制動亂。產業協會希望做得透過專業評鑑，制定品質和價世界統一標準。因啲賣後一斤後賣到1,600塊、1,500塊、1,600塊。較俗嘅來講，我是唔知影俗嘅，因到底賣偌濟，我嘛也無啥了解。所以講，個人嘅市場無共啊。這個是未來我們必須要做認證的一個工作，在這裡呢，幫助農友以及呢幫助消費族群，他們能夠有一個參考的平台跟機制。廖天生講，全台灣咖啡今年嘅產量是拉供16億，台灣咖啡是分入三地，選種空間動態，推廣採提咖啡，打開點樣圖，填填咖啡農嘅信心。本咖啡農知道兩隻產業係要回來要香港境內係重要嘅體制譜。我們選出來這10大的咖啡農，這只是一個開端。我們希望縣政府希望形塑我們屬於台灣台東的咖啡的文化，我們來規劃屬於我們台東的一個咖啡的生活文化的一個故事地圖。那麼這個地圖也可以透過手機的一個下載。讓我們的愛好消費者的能夠按圖索驥，去了解每一個咖啡農、每一個咖啡農場，然後去體驗整個咖啡的一個文化。那麼透過這樣的一個體驗方式，去了解咖啡，進而能夠認同我們台東的一個咖啡。10大經典變做10大經典，大多素材都有一隻咖啡故事，值得好好來品味。這就是攏明年的生，明年生啊！哇！伊只要開始得要吐回唔嘛，然後來個蒸。所以要甲記掉過啊！係。全民府係中華人情行業，阿爸嘅台辦到推動大，本單祝福高家基6年前開始歸種咖啡。我從事窯業工作之前，我的地都是種釋迦。但是因為燒窯之後，你要3、4天沒有睡覺所以還要去授粉就是說釋迦這個行業就跟我們窯是沒有辦法搭配我就說利用閒置的空間先種一些看看，第5年的時候才開始有收成2公斤的咖啡豆那送去給台大的那個杯測。
哦，他说我们这里的品质很好，那才开始对这个咖啡有信心。生意老将烧好嘅杯葛拿出来，自然出现嘅金属嘅光，动向眼看。全民府嘅绕是系推动位置嘅超少绕。我们这里的特色就是说，它完全不上釉。那我们喝咖啡哦，喝茶，它是最天然、最安全的。游客来的话，你可以去选择说啊，你要怎样的色系哦，我们会调配怎样的图，让你去体验。天涯樹拉派，如此家族嘅背個點咖啡，來到全民府嘅咖啡站，唔但請是嚟到有機咖啡嘅香薰，還能做得一片輕鬆透明嘅醬。因为一般人种咖啡，他可能咖啡的器皿其实都是买来的嘛。那我们刚好，因为我们本身有在做陶这个部分，那其实可以用这个陶这个部分跟我们的咖啡去做结合，这样。啊，去年我们自己采收的豆子也都是在这边自己就卖光了。我们烧窑的时候，有一些客户来啊，也就是泡个咖啡让他喝啊，然后让他慢慢去品尝我们的陶艺品，这样哦啊，在无形中我们咖啡也卖出去啊，那陶瓷器也卖出去。春天开始开花，然后你现在再不剪的话，它就开花了。然后开花期间是尽可能不要去动它，哎呀啊，在趁这个还没开花之前，赶快修剪，哎呀啊，现在就是咖啡豆收完了。啊，有零零星星的那个豆子啊，就一面也在收了，啊，就是在修剪中把它这个挑出来，不能浪费掉了，哎呀。避南出嘅王春輝當地人都冇限，世界上見過數機，天然國家錘萬難去比賽，世界各地嘅咖啡都有領過。10年前推動咖啡將開始入現中嘅世界，基礎工業嘅咖啡產業。唔過咖啡對種到豐沛做下係學門，10年來東道農民相隨推出，王春輝實現出技術堅持，下地容染起是等站嘅體力為首，開了2間咖啡店。我們這個位置啊，是屬於有種森林的感覺哈，啊，就是有草香味，啊，有很多的那個，像有人測出。它是有茉莉香的味道啊，還有青草香的味道啊。來到這，除了用煙從民府梅餐，還有從事咖啡點心。兩隻用檸檬片包練咖啡風格，初戀的滋味，酸酸苦苦，最美回甘嘅奇妙口感，意到人都當歡。發展出自家特色，自家種自家賣，推動咖啡農改變傳統產銷模式，提高收入。唔過，啲兩下萬乃係大家進口咖啡嘅市場，推動咖啡越用辦讓人競爭咯。把它朝着台東的咖啡是一個精品的咖啡，哦，我們把課程把它區分出來，哦，它是一個比較高檔的，哦，比較屬於健康的訴求，哦，而不是來自於進口咖啡，我們也不知道它的產地，哦，它的一個各方面的一個種植的一個情形是如何？我們這裡呢，包括我們的採收、我們的製作、我們的後續呢，都希望能夠跟國際接軌啊。因為越來越多咖啡的族群呢，他們一直在追這種所謂的比較高檔的精品咖啡，所以呢，我們就在走這個精品健康咖啡。馬下有順有順後，豐富嘅層次使到最多都係咖啡香，推動咖啡對口高品質、基本有效，並且種盤唔透明嘅交易機制，對抗進口咖啡嘅大價競爭，可能會用豐富嘅人文故事，感動大家人，行出一條世界路。